香港8、90年代嘅繁華象徵之一，大富豪夜總會喺6月14號星期六原址重開。開幕日嘅活動包括舉行曾經名噪一時嘅 AV 女優蒼井空嘅粉絲見面會，門票明碼實價680蚊。昔日嘅大富豪見證香港嘅黃金時代，據講今次重開就花咗近億裝修，保留舊時嘅大型中央舞池，又設有40幾間高級廂房。負責人仲特別強調，重生嘅大富豪唔會有女公關駐場，有別於舊式夜總會，新嘅大富豪期望可以成為多功能嘅娛樂場所，連小朋友嘅生日會都可以搞，實行響應政府呼籲嘅日夜都繽紛。就住大富豪重開，我哋嘅專欄作家詹飛就寫咗一篇文章，名為《日式夜總會見證香港黃金時代》，帶大家翻到去8、90年代夜總會盛行嘅繁華香港。香港經濟喺疫情之後持續不振，飲食、服務、旅遊等多個行業一直未見起色。新大富豪呢一種多功能娛樂場所係咪可以闖出新路，吸引香港人更加積極咁外出消費，甚至重新帶旺尖東一帶沉寂已久嘅商業區，的確令人關注。大富豪重開嘅消息傳開之後，即刻成為網上一時熱話。不過大部分嘅網民都係抱住食花生睇戲嘅旁觀心態，對佢未來嘅發展既唔雀躍，亦都唔樂觀。有人對於徹底放棄以往夜總會嘅模式表示失望，亦都有人話新大富豪最低都要幾百蚊入場費，情願北上消費。不過講返轉頭，而家喺網絡上熱烈討論新舊大富豪嘅網民，除非係50、60歲嘅夜遊老手，否則其實都冇真正經歷過最輝煌鼎盛時期嘅大富豪。以尖東大富豪、中國城同灣仔杜老誌3間為首，呢一種日式夜總會喺80年代尾至90年代初盛極一時，係當時最紙醉金迷、揮金如土嘅地方。有大豪客傾成生意，一晚可以開過百支 XO， 客人叫小姐落去買嘢食，俾張1000蚊或者500蚊都唔使找。喺廁所幫客人遞毛巾嘅服務生，一個月淨係貼士就可以收成2、3萬。據講喺80年代幫襯大富豪，坐喺最冇招呼、最普通嘅大廳區域埋單，起碼要成500蚊一個人。當時一般打工仔嘅月入只係得2、3千蚊。如果想玩得高級啲，開個獨立廂房至少要俾成2800蚊，仲未計花喺公關小姐身上，或者買鐘帶佢哋出街嘅各種大小雜費。換句話講，好似大富豪呢一種旗艦式嘅大型夜總會，根本就唔係普遍市民能夠參與同體驗嘅娛樂。對於更多香港人嚟講，大富豪更加似一個象徵或者遙遠嘅想象。信報迎新優惠嚟啦！而家大家可以用38蚊嘅優惠價試閱信報網上版14日，將最新嘅財經資訊同埋深度分析帶翻屋企。呢一個優惠唔好錯過，快啲去留言區 click 入訂閱連結體驗一下啦！原本嘅大富豪喺1983年開業，當時正值香港經濟蓬勃、貿易頻繁嘅年代，發達、買樓、買車、大魚大肉係無數小市民嘅夢想。喺嗰個年代，香港突然間物質上豐盛起嚟，對於豪華奢侈不其然就會有一種向往同埋追求。呢一種心態，即使喺描寫草根大眾嘅港產片上面都可以見到。例如早年新藝城刻意喺佢哋嘅電影入面撞毀法拉利、勞斯萊斯呢一啲昂貴名車，並以此作為吸引觀眾嘅噱頭。簡單啲嚟講，呢一啲只不過係一種財大氣粗嘅暴發戶心態。日式夜總會正正係呢一個時代心態下嘅浮華產物。而大富豪以往有一個極能代表氣派同奢華嘅標誌性安排，就係以一架金光閃閃、仿古嘅勞斯萊斯老爺車，將 VIP 客人送到包廂之中。據講，新開嘅大富豪亦都會復刻呢一架金色嘅勞斯萊斯。經歷過97金融風暴之後，去到千禧年代初，本地日式夜總會嘅場面已經大不如前。以往去夜總會傾生意花大錢嘅老闆消失咗，年輕人又嫌夜總會老土，淨係會去 rave party 同埋 disco。而另一邊廂，對於獵艷客而言，又新興咗更加隱匿直接嘅消費途徑，
唔一定要去夜總會揾小姐。杜魯志同鍾國成先後喺2022年同埋2005年結業。杜魯志曾經嘗試原址轉型，而鍾國成就轉戰澳門再設夜總會，但係都唔成功。翻查杜魯志結業時候嘅舊報道，有夜總會經理就慨嘆，商人大多改為北上傾生意，唔再留喺香港，而客人都比以前小氣，貼士最多俾100-200蚊。同時全球經濟唔好，過往嘅遊客生意都冇埋。大富豪創辦人羅卓據講對店鋪好有感情，所以就算處於蝕本逆境，亦都苦苦掙扎。但係去到2012年，始終敵不過時代巨輪而結業。有內地傳媒喺大富豪結業之後走訪當時尖東最後一間日式夜總會新花都，當時記者就形容新花都嘅裝修風格仍然停留喺90年代，天花板鑲滿幾百個扮星星嘅燈膽，店內嘅點歌機同埋紅色梳化都散發住老舊嘅氣息。報道就話，同內地極盡奢華嘅宮廷風相比，呢度簡陋到淨係達到內地3線小城歌舞廳嘅標準。夜總會以前嘅品味同所謂嘅豪華架勢喺新時代完全冇立足之處，注定會被淘汰。關於本地日式夜總會嘅發展同埋變化，目前有關嘅正式記錄、資料甚至研究都好少，只係靠民間嘅小故事口耳相傳。對比起原址重開嘅大富豪，或者認真咁整理香港嘅夜生活歷史同埋文化，會更為有意義。除咗財經資訊，信報近期加強文化藝術、旅遊、飲食、體育等嘅內容。著名文化人蔡瀾復出撰寫專欄，每逢週1、3、5、6見報，週末版附送嘅風信紙，每期有唔少嘅文化專欄、名人專訪，帶領大家擴闊視野，領悟人生智慧，千祈唔好錯過啊！而家大家可以用38蚊嘅優惠價試閱信報網上版14日，大家不妨喺留言區 click 入連結，快啲訂閱體驗一下啦！